再来看屏东恒春的海边啊，昨有人呛水失踪，这人中昼去呛水，后来就联络袂到人，因为乌多摆又搁停伫岸边，海巡顶单位昨暗是赶紧去现场找人，也毋过到昨暗的暗时的10点哦，人搁还袂找到，透早搁再出动，嘛继续伫陆海空继续找人。 救援人员穿好呛水装备落水，开始找人。屏东恒春3则发生呛水客失踪的事件，一个30几岁的男性中昼去上南边的海域呛水，然后失踪。海巡救援协会等单位暗时接到通报，赶紧到附近的片头渔港搜救。通报消防队垦丁分队与威金救难协会等单位，共同于现场海域按计搜救。截至晚间10点，共派遣14车、2艇、3筏56员，能为寻获失踪民众。暗时的海边暗蒙蒙，视线真歹，海巡出动真侪人，摕手电仔做地毯式的搜寻。海上嘛会使看到来斗3工的渔船啊，船顶微微的灯火。水下救援人员找真久，拢无找到失踪的呛水客，伫其他人员协助下，倒来船顶，伫暗时10点先结束任务。船龙顶的边啊，你切无处理，过来搭一个坑，搁挖对尾头港仔入来。 救援人员骑着水上乌多摆分配搜救范围了后，马上出发找人。把握黄金72点钟，毋拿海上海巡人员31一透早继续伫海岸来回巡视，并加派人手分落海空3路搜寻，希望赶紧找到失踪的呛水客，互家属会使安心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屏东报道。